各位朋友你哋好啊！見到呢兩隻手錶錶面啊，非常之搶眼，一隻藍色啦，一隻綠色嘅，同埋啊，估唔到原來係呢一個牌子喎！睇清楚 Fossil 啊，係我哋成日話 Fossil Group 啊 ，Fossil 嘅集團咧，咁但係呢次咧真係 Fossil 嘅牌子咧出潛水錶喎，一睇佢單向旋轉外圈就知啦。仲有啊，錶面非常之立體嘅波浪紋啊，冇理由唔知呢隻係潛水錶啦。官方話42mm 錶徑，我度到44mm，唔知咩位置嘅問題啦，13.5mm 厚啦，錶耳去錶耳係50mm 度嘅，咁啊見到呢個好靚嘅鮑魚殼設計啦，同埋有單向旋轉外圈，咁我而家咧都轉緊嘅啦，咁啊真係錶面嘅波浪紋咧非常之立體啊，真係咧好似啲海浪啊湧緊上嚟咁一樣樣啊，咁啊見到咧綠時位置有個標誌喺度啦，亦都係寫住咧200米防水嘅手錶嚟嘅，咁啊單向旋轉外圈200米防水，話真係可以攞去潛水游水都得啦。同埋咧綠時位置嗰度咧，亦都有個好細嘅圓圈，就係日曆槍嚟嘅。咁夜光當然都有啦，咁啊小時刻度啦、指針啦，仲有咧就係旋轉外圈倒三角圓點啊，亦都有夜光嘅。咁俾條帶睇下啦，板帶設計嚟嘅，個扣咧亦都有 Fossil， 但係就唔係雙按鈕喎，係一邊有個按鈕喎，啊真係幾特別喎！冇做透底，用嘅係日本嘅石英機芯，錶面咧都有寫到嘅。咁我知啦，有好多錶迷都特別中意機械錶，我都唔例外啦。不過好在呢隻錶咧有200米防水啊，同埋咧有咁潮嘅造型啊，咁啊真係買嚟咧落下水啊、游下水啊、潛下水啊，都冇乜所謂啦。價錢啊，最後尾先講啦，但係一定唔會貴啦，因為石英錶嚟嘅。咁啊有綠色嘅版本啦，仲有藍色嘅版本，話個波浪紋咧都係好清晰、好立體嘅。咁亦都俾啲夜光大家睇下。咁講到最尾啊，邊度買同埋價錢幾多咧？咁啊有興趣咧都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嘅時輪坊嘅。咁至於價錢方面咧，見到定價就係1900幾蚊嘅，1950港元啦。咁當然有優惠嘅，大家記得話睇過呢個 channel 咧，優惠自然有啦。即係而家講嘅價錢係1000港元多少少嗰啲咁嘅價錢啦，1000出頭啦，當然係非常之划算啦。咁鮮豔嘅錶面顏色啊，當然就好配合夏日嘅佩戴啦。炎炎夏日啊嘛，落水嘅時候亦都唔需要鏡住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啊都不失為一個夏天佩戴嘅好選擇嚇。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